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17章。以赛亚书从第13章一直到23章，不断的在讲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要预言审判列国。今天说到的这个地方是叙利亚，同时还有他隔壁的以色列。叙利亚的首都呢是大马士革，所以今天经文一开始说，以下是关于大马士革的信息。大马士革呢，将不再是一个城市，它要变成荒芜的土堆，而叙利亚所有的城镇呢，都将永远荒凉，成为牛羊盘踞的地方，因为没有人能赶散他们，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毁灭。而这隔壁的以色列呢，它要失去屏障，而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，它会丧失独立。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叙利亚，他们想要联合隔壁的以色列，甚至南部的犹大，他们想要一起来对抗强敌亚述。但是他们在联合的过程中，南国犹大拒绝了他们，叙利亚跟以色列他们就联合起来要攻打南国犹大。结果没想到犹大国没有被毁灭，反而是这两个国家先后被亚述给毁灭了。上帝的审判是如此的清楚，如同他自己预言所说到的，这些残存的叙利亚人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受尽羞辱，这是上帝他自己亲口透过以赛亚宣布的。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，但上帝的审判同时也是怜悯的。以色列之所以会招致这样的命运，其实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，因为他们三心二意，一方面敬拜这位上帝，另外一方面也敬拜自己手所造的祭坛，手所造的偶像，也就是当时很多人都会祭拜的亚瑟拉女神。他们因着自己的三心二意，忘记拯救他们的上帝，招致他们自己被毁灭的命运。但是上帝并没有要这样就毁灭他们，他仍然要救他们。所以有这些残存的渔民，就好像这个被摘过的橄榄树，还剩下2-3颗橄榄，还剩下4-5颗橄榄。透过这个剩下的人，他们要在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他们要寻求上帝，他们要经历拯救。上帝应许他们，虽然审判，但仍然要救他们。透过第7节，我们清楚地看到，那日子一到，人要转向创造他们的主，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求救。他们不再依赖自己的手所造的祭坛，也不信任自己的杰作，就是那亚瑟拉女神的柱子和烧香的祭坛。那日子一到的时候，那些看似很坚固、很防御的城市将要被放弃，他们要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逃跑丢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即使他们经历了这些列强、这些厉害的邻国，好像狂涛怒吼，好像巨浪冲击，好侵犯他们，如同那个波浪这样打上来一样，但是上帝仍然能够阻止他们，上帝能够使他们退却，上帝能够帮助以色列人。这是上帝他的应许，他以公义来审判，但他也以慈爱来拯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当我们经历不公义的事时候，或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不公义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提醒我们，也让我们透过他的话语，再次回转到他的面前。上帝愿意给我们机会，也始终预备机会要拯救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拯救我们的主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你也是慈爱的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再次专心一意的寻求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，在今天一开始，我们就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就是跟随主你的心意，活出你对我们的计划，活出你对我们美好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